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NLT 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 NGT， 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5月30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港股玩緊冰火兩重天價，恒指早市試過扯高，點知下晝腳軟，收市跌1.2%。科技股最傷搞到恒科指插水2.48%。不過成交就夠晒熱鬧，主板有成1780億銀上落，係今個月第3高水位啦。新股繼續係市場焦點，首回集團今日掛牌即插水18.19%，計埋頭4個月，港股 IPO 已經籌到213億銀，比舊年爆升3倍咁誇張。消費同硬科技公司最搶手，佔咗新股70%以上。北水今日都唔執輸，掟咗11億銀掃生物科技股，君實生物同埋恒生國企 ETF 都係佢哋心頭好。板塊表現兩極化到極價，醫療設備股飆青升2.4%，智能駕駛板塊跟住速騰最創炒上，佢話激光雷達出貨量飆咗150%，股價即刻破頂升4.3%。另一邊廂，物管股就慘情跌2.1%，碧桂園服務捱沽跌0.3%，嘉欣隔夜 Hybrid 扯上5.2%，係2年幾新高，搞到地產相關股腳震震。個股方面真係幾戲劇性，藥明生物入國指成分卻跌3.11%，但騰訊就俾遊戲監管傳聞嚇到跌2.41%，收市報498.2蚊。仲有隻五喜生活話數據洩漏，直插9%，睇到人心驚驚。聽日要盯實兩單大事，速騰聚朝早開業績會，市場要睇實佢盤數掂唔掂。仲有香港4月零售銷售數據出爐，估緊會升8.5%，如果掂嘅話，零售股有機會追落後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新股破發率升到26%，近排7隻新股有2隻首日潛水，抽新股記住計清楚風險水位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